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3，旧历的7月13，礼拜二。这个中南部为昨暝深夜一直到早起变超大雨，上主要是科罗莎风台强化这个西南风，加上透早海风甲陆风交叉，对流发展旺盛，所以出现着短时的强降雨。咱就先来看台南市，从深夜开始雷公四那。虽然这个雨是一大阵一大阵安尼咧落，但是瞬间的雨量是落真大，落到透早都未少的所在淹水了。像这个永康的昆山科技大学头前的大水是淹到人的腰身遮尔啊悬，啊大弯路嘛淹到得要一个人悬，还阁有认得会当讲规区拢浸入的水内底。雷公市啊，台南市深夜大雨，要透早上就开始淹水。汽车的半身高。每次若落雨，拢会淹水。永康区昆山科技大学咧，学校内外拢淹水，已经淹到骹头有遐尼悬。刚走出来好像有淹半身高吼。对啊。有民众开车驶过，全熄火掉咧。列车什么状况？有停啦，开袂过啊。附近的大弯路阁愈离谱，这水已经淹到近要一个人遐尼悬啊！有居民跳咧内面咧受水，这一带过拢浸伫水内，淹较严重的也有认得。环境做大水啊，这水是满到认得交流道。居民讲，这次淹了真严重。这边比88水灾更加严重啊！交流道下面的加油站过拢淹水，管工是拢浸伫水内。其中认得分子数嘛拢浸水，警员伫水内上班。车子动不了，涉水出去执勤哦。对啊。过真德区变成大水池，加分班淹水啊，也阁有工厂水深到大腿。伫路上真侪轿车、机车拢故障啊，其中三亚溪附近淹了上严重，水上侵蚀，得要到胸坎啊，居民未少怨言。因做迄个桥共塌2分起来，再变1分，再排水排袂去。根据气象站的统计，台南永康甲认得雨量拢破250毫米，认得是达到277毫米。居民希望雨莫阁落啊，若无这灾情恐惊愈严重。